好，继续咱要来看台湾伫太平洋的友邦图瓦卢已经选出新的总理，这是由前检察总长戴斐利来当选。咱的大使受到邀请，甲新的总理做伙来参加宴会。戴斐利伊是甲所有的这个国会议员拢讲会坚定来维护两国45党的友情。也拿咱外交部的处长田中讲，伊最近也以总统特使的身份去到图瓦卢甲恭喜。见证的仪式了之后，叫我赶快去参加他们的午餐会。他们也再三强调，就是说台土的关系是非常的稳健，他们都坚定的支持台湾。伫南太平洋友邦图瓦卢日选出新总理戴斐利了后，第一时间，咱国大使林东兴就得到邀请，做伙食饭，转达蔡总统的贺电。伊阁讲，戴斐利甲所有的国会议员拢讲坚定维护两国45年的邦谊，用行动破除选举期间邦交不稳定的传言。现在新政府团队更是非常的挺台，对这个未来台土的关系，不仅是承诺是会更稳健，合作会更加的密切。新总理戴斐利创下纪录，得到16个议员支持当选。今年62岁，伊捌是图瓦卢头一任检察总长，尾也阁担任太平洋岛屿发展论坛秘书长，也甲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的秘书长。林东兴指出，戴斐利是台湾长期的朋友，无论选前选后，拢表明希望两国未来持续共同推展各种实质的合作。这个检察总长任内，随当时的国会议长到台湾去访问过，跟台湾也有很多的渔业事务的合作，所以说他对我们的立场一向都是非常的友善。他也一再的跟我们保证，台土的邦谊不仅仅是只有稳健而已，而且会更加的深化，而且是永续。外交部处长田中讲，最近会以总统特使身份带团拜访图瓦卢，传达对新政府的祝福甲支持。林东兴表示，南方原来会甲新政府进一步沟通，安怎伫现有的基础深化两国的关系，互友谊会当持续甲永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